来，咱的乡亲到停车场去录这个悠游卡纳停车费，都要注意看是毋是有当日上悬收费的这种优待。到游客伫台中的一个停车场停车2公外，这个入口明明都有注明，讲当天上最收价150块，但是去开车的时阵所红收1890块。原来使用这个悠游卡来入卡，并无这项的优待，这游客来痛骂讲，根本就是诈欺。伫停车场入口提票入场，停车场收费标准写甲真清楚，当日上悬150块，要过民众要驶车的时被收1890块。伫网络顶面伫骂讲，真正是诈骗的行为。一天150，两天也不会超过300块啊，怎么会1000多块？ 原来这个游客用的是悠游卡，一天63点钟，1点钟收费30块，加算算的就是1890块。而且停车场嘛有广告，用悠游卡无优待，当日最悬150块，敢若含现金。通常你停车会先看数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会去注意底下的。对。台中冇其他停车场无提供悠游卡停车单日上悬收费上限的优待，甚至冇停车场1点钟收费要80块，有的比台北搁较贵。市政府表示讲，停车场业者送审的费率，市政府敢会使核备，因为这是市场的机制。有关电子票卡无优待，也是讲一天停车上限无优待，这并无违反。是讲你若伤细字，有可能互人误解。 这个遵守事项或者费率等相关的字体最好一致性。这部分我会带你看是刚才要换掉，还是悠游卡费率跟它现金优惠同等。市政府虽然鼓励用电子票卡来停车，也毋过停车场业者却是无提供相关的优待，互民众煞毋知影要安怎较好。